再一次同弟兄姊妹講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好想同大家思考，我哋嚟到10個人生嘅祈求，我哋到第5講，就係講穿越苦難。咁有啲人就話當苦難嚟到嘅時候，如果我哋能夠穿越，我哋人生會多張沙紙。咩叫沙紙啊？證書 certificate。如果苦難嚟到嘅時候，可能你過咗一個苦難，可能上帝就會幫你簽發一張嘅證書，話俾你聽，你嘅人生又突破咗一啲。如果一個水手係一個航海嘅人，如果佢遇到極大嘅風浪，好大風浪，有啲人話試過面前有9尺、10尺嘅巨浪喺你前邊，喺嗰一刻，你估水手或者船長會諗啲咩呢？佢只會諗一樣嘢，就係點樣去捱過嗰個苦難，點樣去穿過嗰個苦難。喺嗰一刻，佢一定唔會諗點解咁大風呢？點解咁大浪呢？或者埋怨點解我會行到呢條航道呢？佢未必會諗呢啲嘢，佢諗就係我點樣可以經過，可以過咗呢個苦難。如果真係當船不幸沉咗，或者當船已經個舵失去咗作用，冇晒指南針，冇晒一切嘅引導，佢嗰陣時會揾啲咩啊？一個水手喺漆黑嘅海面上邊，咩都見唔到，佢會揾嗰粒星，嗰粒佢哋叫做北極星。原來北極星就話到俾佢哋聽，佢哋而家喺邊。北極星就係俾一個坐標去話俾佢聽，佢而家究竟點樣做，佢應該可以行去邊。我唔知大家有冇經歷風暴，有冇經歷苦難？大家有冇啊？有啊，嗬！好似幾乎每一個人都岌頭，你都有經歷過苦難。今日好想同大家一齊思考，從2個嘅人物，我唔知你嘅苦難會唔會比佢更多。但係當佢哋經歷咗好大嘅苦難嘅時候，佢哋能夠勝過，佢哋能夠穿越，佢哋能夠攞多咗一張沙紙去走翻去光明嘅前路。第一位大家好熟悉，叫做約伯。約伯喺當時就係喺阿拉伯嘅北方一笪地方叫做烏斯地。咁聖經就話佢當時係一個富豪，最有錢嗰個，擁有嘅係最多嗰個。如果當時有呢個福布斯排行榜佢一定係第一位，一定係封面嘅人物。聖經點講呢？喺1章2至3節開始介紹約伯嘅時候，佢話佢有7個嘅兒子，3個嘅女兒。佢嘅家產有7000隻羊、3000駱駝、500對牛、500母驢，仲有好多奴僕。然之後呢個人喺東方中為至大，佢係富豪嘅第一位。但係有一日，突然間有人嚟報信，就話：哎呀，當牛喺度耕緊田，當驢喺度食緊草，示巴人突然間闖入嚟，然之後將你嘅牲畜擄去，然之後仲用刀殺埋你啲僕人。當呢個人喺度報緊信之際，有另一個人又嚟，佢話神從天上降下火嚟，突然間有把火將群羊僕人都消滅咗，唯有我一人逃脫，報信俾你。呢個係第2個啦。但係當佢又講緊嘅時候，當呢一位約伯仲未定神嘅時候，又有人嚟話迦勒底人分作3隊，忽然闖嚟，然之後將駱駝擄去，並用刀殺咗僕人。唯有我一個人逃脫，可以報信俾你。哇！我諗如果俾我，可能我即刻諗邊一個同我咁大仇口，要聯手嚟一齊同一個時間，然之後襲擊我。但係更悲慘嘅事情喺下一節，佢再講，佢話你嘅兒女啱啱喺你個大仔屋企食飯飲酒，不料有狂風從曠野颳嚟，可能就係龍捲風，擊打房屋嘅4角，然之後房屋倒塌喺少年人嘅身上，佢哋就都死了。呢一刻
呢一個本來乜嘢都有，本來喺東方至大嘅富豪，一剎那乜嘢都冇晒，毀於一旦。嗱，如果佢係一個大奸大惡嘅人，如果佢係一個衰人，你可能容易啲解釋，因為佢做咗好多壞事，所以有今日呢一個下場。但係聖經喺約伯記裏邊用咗12個字去形容呢個約伯，用邊12個字呢？佢話佢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遠離惡事。一個咁好嘅人，點解會面對咁大嘅厄運呢？呢個會唔會係我哋曾經都有問過嘅問題？或者可能發生過喺你身上，你都可能問過上帝，點解我做錯咗啲乜嘢？做乜你今日要俾啲咁嘅嘢我？呢個可能係苦難好多人中意問嘅問題，但係可能約伯都未問啫。第二輪更苦嘅苦難又去到約伯身上，於是撒旦從耶和華面前退去，擊打約伯，使他從腳掌到頂都生晒毒瘡，即係由腳到個頭都生晒毒瘡。約伯要喺爐灰之中用瓦片嚟刮自己嘅身體。嗱，我哋都見過，可能我細個都生過嗰啲叫做德國麻疹，都已經好辛苦，其實痕嘅啫，我都已經係咁搲，係咁搲，係咁搲，係咁搲。約伯佢生晒由腳底下生晒毒瘡去到頭頂，大家有冇試過咁大嘅苦難呢？我唔知道，但係聖經喺約伯記1章22節咁樣形容，佢話喺呢一切嘅事上，約伯並冇犯罪，也不以神為愚妄，佢冇話到上帝。呢一個係約伯嘅苦難。其實我講咗好少部分啫，仲有其他，下一次會再講埋。但我想介紹另一個近啲我哋嘅一個嘅人物。呢一位係我喺神學院裏邊嘅一個神學嘅教授。我哋今日都有3個神學教授喺度。呢個神學教授佢叫溫偉耀博士，唔知大家有冇認識，有冇聽過？溫博士，當佢同我哋分享經歷嘅時候，佢話喺幾年前有一個晚上，大家幻想下，如果係你會點樣處理呢件事情？佢話有一個晚上，佢突然間收到個電話，個電話話到就係話佢嘅岳父呼吸困難，然之後入咗醫院嘅深切治療部。你係你會點呢？即刻去醫院咯。但係呢個電話啱啱收線冇幾耐，有第2個電話打嚟，喺多倫多一間醫院打俾佢，話佢嘅細女患咗血中毒。佢問咗佢一個問題，嗰啲醫護人員，佢話佢好危急，我哋搶唔搶救佢？喺佢可能要趕緊去揾佢嘅岳父嘅途中，佢又收到呢個電話，話指個女兒搶唔搶救？其實溫教授佢自己第一任妻子都係癌症而離開世界，然之後佢嘅大女兒係患咗嚴重嘅智障，喺2月16歲嘅時候離開世界。大溫博士同我哋分享呢啲經歷嘅時候，佢話：如果唔係之前嘅所有嘅苦難，成就唔到今日嘅佢。就係佢話，當苦難過咗嘅時候，佢攞到好多張沙紙，但係佢點樣去經歷呢啲苦難呢？當苦難臨到，當個龍捲風真係嚟到你嘅生命嘅時候，其實我哋有咩可以做呢？溫博士因為一段經文俾到佢好大嘅安慰同埋動力，我哋今日一齊記住呢段經文，因為我哋自己可能有一天我哋會面對苦難，或者有一天我哋嘅朋友會面對苦難。經文記載喺哥林多後書
1章3節開始。我想我先慢慢讀出俾大家聽。願頌讚歸於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父神，就是發慈悲嘅父，賜各樣安慰嘅神。第4節，我哋喺一切患難中，他就安慰我們，叫我們能用神所賜嘅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。我們既多受基督嘅苦楚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。我們受患難呢，是為叫你們得安慰、得拯救；我們得安慰呢，也是叫你們得安慰。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苦楚。我們為你們所存嘅盼望是確定的，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，也必同得安慰。我們在一切患難中，他就安慰我們。跟住我哋一齊讀好唔好啊？叫我們能用神所賜嘅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。叫我們所能用神所賜嘅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嘅人。頭先我提過，溫博士喺同一晚收到2個電話，一個係有關於佢岳父，一個係有關於佢嘅女兒。當呢啲一切嘢過咗之後，溫博士同佢太太一齊去咗退休，即係去到一笪安靜嘅環境裏邊禱告。因為佢哋真係唔明白點解咁多苦難發生喺呢一個家庭。當禱告完之後，溫博士同佢太太分別有唔同嘅答案。溫博士嘅答案就係頭先嗰段嘅經文，而佢太太就有另一個答案，講咗以下呢番說話。佢太太話：原來神呼召人呢，有唔同嘅使命。有人就做宣教士，有人牧養教會，有人成為咗神學家。神亦都呼召人去安慰人，去支持受苦嘅人。佢講咗一句，佢話：因為你有支咪。佢太太同溫博士講，而事實上溫博士支咪的確喺唔同嘅世界、唔同嘅地方都有機會去分享。佢話：你有支咪，你有機會係神呼召你去安慰各類嘅人。唯有苦難接踵而嚟，先有叫你有新嘅體會去安慰人。哇！你話都係唔好發生喺我身上。因為溫博士話係啊，因為佢成日都要有人去邀請啊嘛。譬如培靈大會今年邀請咗一次，幾年後又再邀請佢一次。佢就話：如果我個苦難永遠都係以前嗰幾個苦難呢，佢冇新嘅材料喎。所以上帝一路俾啲新嘢佢，然之後俾佢分享。我睇到呢度我都好有感受。因為我以前咧喺香港講咗10幾年都話：哎呀，我以前讀書唔好啊！哎呀，我爸爸吸毒啊！哎呀，我媽媽離婚啊！哎呀，我攞綜援啊！我自己都講咗10年，都真係好悶。但係上帝就俾我有機會，嗱，你試下失業啦。結果嗰半年失業咧，我而家安慰咗好多失業嗰啲人。呢一段時間好多失業嗰啲人我唔識㗎，跟住喺 Facebook 啊，喺呢個 email 咧就嚟問我：哎呀，你嗰陣時點過㗎？你點捱㗎？或者話我而家做緊一個新進嘅傳道人，我竟然間鼓勵咗一啲年青人，或者同我一樣差唔多唔多年青嘅年青人。佢話：乜咁老都可以牧會嘅咩？乜咁老都可以讀神學嘅咩？嗱，有神學院教授喺度咧，有機會同你分享下。跟住我話唔係啊，我話好大年紀，我話我啲同學咧55歲先開始讀神學啊，60歲先開始牧會啊。咁幾好喎！原來我哋有唔同嘅經歷，你又可以幫多咗有相同經歷嗰啲人。我而家去探病，我都多咗資料，因為之前我真係瞓過喺醫院裏邊，吊過2包血，然之後吊住鹽水，然之後仲試過插住胃喉。大家有冇試過插胃喉啊？冇乜咧。
有啊，係嘛？你有插過胃喉，你就知辛苦得幾緊要。嗰支喉要透過你個鼻，然之後真係穿越啦嚇，穿越你個喉嚨，然之後跟住落到個胃。哇！我日日都求個護士可唔可以掹咗佢啊？可唔可以掹咗佢？可唔可以掹咗佢？哇！嗰種感覺你未試過，你係講唔到嘅。結果我去探病嘅時候，遇到一啲真係插緊胃喉、真係吊緊鹽水嘅時候，明白嗰種喐唔到嗰種感覺。原來上帝有時就係咁，透過我哋唔同嘅信徒經歷唔同嘅嘢，你明多咗遇到相同經歷嘅人。所以溫博士而家佢透過分享、透過講道、透過書籍，佢安慰咗好多唔同嘅人。當溫博士嘅女兒26歲離開世界嘅第二日，佢寫咗封信俾佢。嗰陣時佢仍然喺好傷痛嘅裏邊。但係佢都寫咗一封信，係俾佢喺天國嘅女兒。喺嗰封信裏邊，大約幾版信紙，中間佢講咗一個故事。佢話：女兒啊，我曾經睇過一個故事。某一個地方咧，有個好有智慧嘅人，好多嘅學生跟住呢位老師嚟到學習。哇！好多學生去向佢請教。而有一日，呢一個智者佢話：今日呢一堂課咧，我介紹咗我嘅師傅嚟。哇！咁大家咧就好期待啦。哇！我哋嘅師傅已經厲害噶咯，仲要我師傅嘅師傅，跟住大家都好期待。跟住然之後，佢話我嘅師傅，佢喺個袋嗰度一拎咗粒石仔出嚟。佢話我嘅師傅就係呢一粒石仔。佢話有一日好細粒嘅啫，大家睇唔到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佢話有一日，我每日都好，個師傅話我每日都好繁忙咁喺度趕路，喺度來來回回去教你哋嘅時候，有一日突然間我覺得隻腳有啲嘢揞住，好唔舒服。跟住佢就真係要停低落嚟，然之後除對鞋，跟住喺度睇，原來就係呢一粒石仔揞住咗我。佢話但係好在呢粒石仔揞住咗我，然之後要我停落嚟。佢睇到路邊有朵白嘅蘭花，佢望下個天，原來個天係咁藍，啲雲係咁白。呢個師傅話：有時我哋人生就係有一啲咁嘅石仔揞一揞我哋，令到我哋可能停一停腳步，令到我哋再思考一下，再留意下周圍發生嘅事情。溫博士寫俾佢女兒，其中有一段係咁樣講嘅。佢話：親愛嘅女兒，你嘅人生就好似呢一粒石仔，係你讓我懂得停低落嚟，唔單止一味嘅追逐名同利同成就。佢話：感謝上帝帶你嚟到呢個世界，讓我更加懂得乜嘢係人生。因為溫博士的確好早年已經好叻，喺牛津大學博士畢業。佢擁有咗好多人最想有嘅學歷，佢擁有咗最多人想有嘅機會。當然名利試探引誘都隨之而嚟。但係佢多謝佢嘅女兒，佢話因為你讓我唔可以放低晒所有嘢去追逐，因為嗰啲嘢會令到佢迷失。佢要懂得返屋企去照顧佢。溫博士話喺哥林多後書1章6節好安慰佢。佢話我哋受患難呢，係要為叫你哋得安慰、得拯救。我哋得安慰呢，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。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苦楚。有一句說話講得好好，佢話耶穌嘅釘痕係我哋嘅祝福，我哋嘅傷口係別人嘅祝福。唔知你同唔同意呢？耶穌嘅釘痕話俾我哋聽，佢為我哋受傷，話俾我哋聽佢流血。耶穌嘅釘痕亦都話俾我哋聽，佢嚟到呢個世界係經歷過好多人間嘅苦楚。耶穌經歷過眾叛親離，係咪啊？
耶穌經歷過最好嘅門徒，話死都要跟住佢，點知就係嗰個可能係最快嘅背棄佢。耶穌經歷過一切我哋覺得忍受唔到嘅痛，但係耶穌講到明，話呢個世界有苦難。耶穌冇話呢個世界越嚟越好，耶穌冇話呢個世界越嚟越美好。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呢個世界嘅景象，我哋見到琴日前日唔同地方嘅地震，原來係正常嘅。你唔好覺得好驚訝，點解會咁嘅？原來一早已經講咗係咁。不過耶穌嘅釘痕亦都話俾你聽，佢已經勝過世界，佢亦都勝過死亡。所以溫博士佢經歷咁多有智障嘅女兒，佢好明白有一個呢類嘅女兒有啲咩嘅感覺，都係你哋如果冇嘅，你係唔會明白嗰種嘅痛。當佢經歷過陪伴過一個有癌症離世嘅妻子，佢明白妻子離世嗰種痛。當佢一路去面對咁多嘅事情嘅時候，佢話呢啲嘢係佢嘅博士學位讀唔到嘅，呢個係上帝俾佢嘅經歷。同樣約伯佢自己都面對好多，佢嘅經歷比溫博士更加嚟得慘，更加嚟得到肉，更加嚟到到肉。當約伯佢真係好辛苦嘅時候，佢同我哋正常人一樣，佢都有埋怨自己，有咒詛自己，佢都會同上帝講，點解我嚟到呢個世界？但係聖經話佢一路都冇埋怨神，因為佢完全正直。當佢啲子女都一齊喪生喺嗰個大嘅龍捲風裏面喪生嘅時候，佢只係講咗呢句說話。佢做呢個動作喺1章20節，約伯就起嚟撕裂外袍，剃咗頭，伏喺地上下拜，然後講咗一句我哋好熟悉嘅說話，喺約伯記1章21節咁樣講，佢話我赤身出於母胎，亦都會赤身歸回，賞賜嘅係耶和華，收取嘅也是耶和華，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。呢句說話係好難講嘅，呢句說話你係唔會幻想到，當咁大嘅苦難嚟到嘅時候，你講到呢一句說話。但係呢句說話真係事實㗎。我哋有冇帶乜嘢嚟呢？冇。我哋嚟到呢個世界，第一樣嘢要做就係喊啫。我哋冇帶嘢嚟。同樣我哋要返天家嘅時候，我哋都帶唔到任何嘢走。我哋一齊讀一次呢一節經文好嗎？記咗喺約伯記1章21節咁樣話，我赤身出於母胎，也必赤身歸回，賞賜的是耶和華，收取的也是耶和華，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。其實約伯已經好慘，當所有身外物連埋佢啲仔女都係身外物，全部一下子冇晒，然之後再埋身去到佢嘅身體生滿晒毒瘡，其實已經夠慘噶啦。如果你有睇約伯記呢，佢有3個好朋友，但係呢3個好朋友唔單止安慰唔到佢，仲加重咗佢嘅負擔。不過呢個下一次我哋會講，因為下一次嘅題目係講懂得關顧。仲唔單止係咁，佢仲有一個太太。我哋睇下太太，當佢受緊苦嘅時候，佢太太講咩？佢話：你仍然持守你嘅純正嗎？即係話你係咪仍然都覺得上帝冇問題呢？你係咪都仍然只係咒詛你自己而唔咒詛上帝呢？佢話你棄掉神啦，死了吧！哇！你幻想下，如果你有事，你痛緊，
你話哎呀，老公好痛啊咁樣，跟住你老公話：你死了吧？我諗你嘅病情慘好多，係咪啊？嚇！你有冇留意到有啲人現實裏邊真係咁講？當我曾經失業，我都識多咗好多失業嘅人。佢話：我老婆同我講，你有冇用㗎你？你做乜揾極工揾唔到㗎？我夠想啦，即係嗰個人心諗啊，我揾唔到啫。嚇！你有冇用㗎？嚇！你係咪佢用咗一個字嚟到形容一條柴去形容佢？我唔講嗰個字啦。即係話一條柴去形容個老公，跟住有啲真係話你唔咩都冇用啦。原來當時呢啲太太即係都包含埋老公嘅。今日呢個世界仍然存在喺2016年，但係你有冇留意到，當有苦難嘅時候，你同佢講話棄掉神，係咪有幫助㗎？我哋諗一諗，係咪有幫助咧？喺你最需要上帝嘅時候，你反而棄掉神，好似唔係好 make sense 嘅呢個行動。點解會咁咧？但係苦難的確往往會推咗我哋去咗兩個嘅極端。但係感恩約伯佢咁樣回應，佢都有啲氣嘅嚇，即係有啲火嘅。佢話：你講説話像愚頑嘅婦人一樣。唉，呢個字係咪讀哀定哀啊？總言之就唉，係嘛？我已經揾個瓦片刮緊我啲瘡啊！你仲同我講啲咁嘅嘢，有冇幫助咧？唉，難道嗱呢句説話又係好難講嘅？難道我哋從手裏得福，也不受禍嗎？呢個係咪都合理嘅？其實所有嘢都係上帝俾我哋，但係我哋得福嘅時候，我哋未必會感恩嘅。但係唔知點解一受禍咧，第一個諗起佢嘅。平時乜嘢嘢都未必會第一下諗起上帝嘅。你考試合格，你做到成個單大生意，然之後你食咗個好開心嘅早餐，你見到咁靚嘅天氣，我哋未必咁快諗到上帝。但係唔知點解有時咧，上帝點解會咁㗎？我哋好快揾佢嘅喎。但係約伯講咗另一句，我哋要好耐都唔知學唔學得識嘅一句説話。難道我哋唔可以從手裏得福，亦都受禍咩？約伯好堅持一個事實，就係話，當有苦難嚟到，我冇錯過，都唔等於上帝有錯。我想講多一次呢句説話，就算我哋出錯，都唔代表神出錯。我哋就算冇出錯，都唔代表神有出錯。當約伯喺極大嘅苦難，當佢自己都唔明白嘅時候，去到約伯記第38章，第38章，上帝親身同佢講説話。喺38章1節咁樣講，佢話那時耶和華從旋風中回答約伯。大家都好想睇下上帝點樣回應呢一個咁大苦難嘅人。喺38章4節，佢話：我立大地根基嘅時候，你喺邊？你若有聰明，你只管說吧。你若曉得，你就話俾我聽，係誰定地嘅尺度？係誰將準繩拉喺呢個世界嘅上邊？地嘅根基安置喺邊度？地嘅角石係邊個安放嘅？然之後佢仲講咗，上帝講咗一系列嘅動物，睇你認唔認得識晒呢啲動物喎？第一係獅子，第二係烏鴉，
第三係山羊，第四係母鹿，第五係野驢，第六係野牛，第七係鴕鳥。上帝講咗一系列佢創造呢一個嘅生態環境，好多嘅動物，然之後再描述得好具體，就係話喺26、27節、39章，佢話鷹雀飛翔，展開翅膀，一直向南，豈是藉你嘅智慧咩？大鷹上騰喺高處搭窩，所以呢隻鷹就擔緊個樹枝去啦，搭窩，豈是聽你嘅吩咐咩？當講完一系列嘅時候，強辯嘅豈可與全能者爭辯？我哋點樣同上帝去爭論呢？與神辯駁嘅，你試下先回答以上嘅問題。約伯聽完之後，佢話：我係卑賤嘅，我用什麼回答你呢？我只好用手捂口，即係揞住個口，冇得答，冇得同上帝去辯駁。約伯講咗一句好熟悉嘅話：我從前風聞有你，現在親眼見你。呢一句可能都係我哋未講到嘅說話，因為呢一個係上帝同約伯嘅一個嘅經歷。我強調同約伯嘅經歷，係因為當我哋面對好多苦難嘅時候，我哋旁人可能會用咗呢啲苦難嚟到做一個唔信上帝嘅藉口。點解上帝咁啊？點解上帝咁樣對佢啊？點解上帝咁唔慈愛啊？但係呢一啲，我哋旁人係做唔到判語嘅，因為係上帝同嗰個受苦嘅人嗰種嘅關係，嗰種嘅安排。下一次會講得多啲，但係約伯記繼續講，佢話：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，你嘅旨意不能攔阻。誰用無知嘅言語使你嘅旨意隱藏呢？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，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我赤身出於母胎，也必赤身歸回。賞賜嘅係耶和華，收取嘅都係耶和華。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。當有苦難嚟到嘅時候，我哋只係得兩個嘅選擇，我相信。唔知你會揀邊一個？第一個係讓苦難變得更苦。你話會有人咁做嘅咩？有苦難嚟，會真係變得更苦嘅咩？咩意思啊？以約伯為例，約伯當佢好痛苦嘅時候，佢太太係咪令佢變得更苦？我真係之前認識過一啲嘅朋友，佢真係因為好唔小心，令到自己嘅仔女冇咗條性命。可能嗰個係一個嘅太太，冇咗個性命。好啦，呢一件一定係苦難，係咪？但係當佢冇咗性命之後，佢自己一路低沉落嚟，佢完全唔接受其他人嘅安慰。然之後佢冇咗份工，然之後佢冇埋段婚姻，然之後佢自己一個好孤獨，繼續落去。呢一個係一個意外，係一個苦難。但係佢選擇拒絕晒所有嘅幫助，然之後一個苦難變另一個苦難，加另一個苦難，加另一個苦難。我唔知道佢係咪一個信徒，但係
我哋卻可以將苦難變成為我哋嘅祝福。我知道我哋旁人，當一個人有苦難嘅時候，我哋講乜嘢都可能係風涼說話。如果當你面對一個人有苦難，你諗住去輔導佢嘅時候，你同佢講呢兩個故事，你千祈唔好。如果有苦難嘅時候，你都唔係好慘嘅啫。我同你一齊睇約伯記啊，你睇下約伯慘你幾多？或者我同你睇溫偉耀博士個見證啊。當有苦難嘅時候，我哋點樣唔係講風涼說話？我想大家會為我祈禱，因為下一次我哋就係講懂得關心。當有苦難嚟到嘅時候，我哋點樣去關心身邊嘅人？但係今日我好想講就係話，當你今日有苦難，你可以選擇更苦，或者選擇成為別人嘅祝福。最後我想用呢一段經文做我哋今日嘅總結。喺哥林多前書10章13節裏面咁樣講，我先讀一次，再請大家讀一次做結束。你哋所遇見嘅試探，無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實的，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。在受試探的時候，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，叫你們能忍受得住。當你有苦難嘅時候，我想你堅持多一陣。我想你學約伯捉住神嘅手一陣。如果當你喺苦難嘅時候，你最需要上帝嘅時候，但係你卻反而因為埋怨上帝而推走咗佢，你可能體會唔到約伯同上帝嗰份嘅經歷，你可能體會唔到溫博士同上帝嗰份嘅經歷，因為聖經一早講咗，你所遇到嘅苦難、所遇到嘅試探、所遇到嘅試煉係你所能承受，因為一定會給你開一條出路。我哋一齊讀一次呢段經文，然後我哋有個禱告。你們所遇見的試探，無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實的，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。在受試探的時候，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，叫你們能忍受得住。我哋一齊有個禱告。呢段時候，我都好想你一個安靜嘅時候。你之前係咪都面對過苦難呢？你之前係咪都面對過唔明白點解呢啲嘅不幸會落喺你身上？但係今日我哋從約伯記，我哋學咗少少嘅功課。原來上帝去到最後都冇為約伯解釋點解佢有呢個苦難，但係上帝卻親自與佢同在，上帝卻與佢知道佢經歷嘅係同上帝更加親密，更加認識我哋天上面嘅爸爸，更加懂得成為咗好多好多人嘅祝福。今日喺你解釋唔到你嘅不幸嘅時候，你願唔願意戴另一副眼鏡？嗰副唔係苦難嘅眼鏡，嗰副係祝福嘅眼鏡。原來當你從唔同嘅角度嘅時候，你會睇到唔同嘅圖畫。原來呢個眼鏡就係讓你更加了解上帝，更加懂得聖經話，我哋原來首先有苦難嘅時候，我哋有一樣好美好嘅事情，就係我哋首先從上帝得到安慰。而上帝的確會透過唔同嘅途徑，透過唔同嘅經文，透過唔同嘅詩歌嚟安慰你。你願唔願意繼續堅持？就算你
冇犯錯，亦都唔等於我哋嘅上帝會犯錯。原來喺不幸嘅事上有佢嘅美意。我哋願唔願意堅持多一陣？因為有一日我哋一定有答案。因為耶穌勝過死亡，我哋知道有一天死亡之後係永恆嘅盼望。到時我哋所有事情都會有一個答案。我哋會知道呢一個生命原來係可以成為上帝嘅祝福。親愛主耶穌，今日我哋教會在座可能都會有一啲嘅朋友係唔開心，係經歷苦難。我哋旁人真係唔會明白，或者我哋講一切嘅嘢都變得係風涼嘅說話。但係求你親自去安慰，親自安慰受苦嘅心靈，讓佢哋親自得到上帝你嘅經歷，你嘅安慰，讓佢哋知道耶和華一定會同佢哋同在。我哋咁樣嘅禱告係奉主嘅名求，阿門。